观众朋友，大家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咱今仔日找到这足水的吼，老师去翕的相片。即阮最近吼，迄个伫泰国淹水都严重诶。我甲迄开车吼，车当做船咧开，真恐怖。啊，听讲台湾嘛是最近有风台对无？风台应该是韩国，拢无入来台湾，拢走去韩国。毋过气候异常，就讲气候变足济啦。是，对。因为我都咧想讲，为什物最近遐新闻拢有咧报吼，讲美国诶什物加州诶什物西蒙国温度到53、54度。是。迄著像咧烘火炉像咧火炉咧烘出，无法度带人。有病毒，搁有干旱，就是讲无落雨，土骹逼开迄个像大陆中国上大诶保养湖，搁有一个叫洞庭湖，拢强要打去啊。长江嘛是呢，听讲长江，因为早是讲长江三峡迄个水坝，若做好以后，就拢会当改善，温度佫会当热天诶温度佫会当降低4度。本来是讲安尼。起好以后，结果逐项拢无影，灾害愈来愈济啊，愈来愈严重吼。咱像人要做迄，想要改善，结果无拢无法度。我在想讲，其实有足侪学者就是讲博士啦，还是讲有学问诶人，伊著去研究讲，即是要做水坝较好啊，毋通做较好。著有两派诶人伫遐讲到真久，最后做了以后，佫想讲，可能著爱甲炸掉。本地做是讲要1000吨，会当用1000吨，结果用无10吨，就想要甲炸掉，因为想讲安尼毋好，代表人学者有哪共款啊，无介入啦。真正诶，即个是多瑙河吼，因为阮翁拄好伫多瑙河遐吼，翕个其实看起来足水吼，但是其实伊诶水已经足低啊吼，就是迄大船拢无法度行吼。听讲迄世界六大河出来吼，就是吼拢干去啊吼，拢愈来愈干吼，大船无法度行了，就影响足济观光诶即个代志吼。咱诶观众朋友来啊，淑华你好，咱诶杜老师讲路上行走，无对吼。恁观众朋友，恁遐敢有啥物极端诶气候吼，会造成恁诶无方便诶吼，恁嘛会当写落来吼。恁无论恁即阵伫倒位吼，恁有遇着啥物奇怪诶现象吼？其实咱拢一直想讲，即个病毒吼已经几啊冬啊吼，伫咧3冬啊对，想讲当时要了，当时要煞，咱想要袂煞咧吼。愈来愈济安尼好，明辉美琼也来啊吼，恁好，大家好吼。所以咱今仔要讲诶，即个即个讲人若无照天理吼，天就无照假期。假期诶意思就是讲照顺序来啦，该落雨，该出日，该寒，该热吼，一年四季变化拢照顺序来。就是照假期吼，人无照天理，啥物话叫无照天理咧？就是讲本地水著伫顶悬流落来，著互伊流得好。人著想讲安尼毋好哦，安尼顶悬诶水流了，遐树仔啦无水通压，安尼毋是错歹嘛？所以著做一个足大诶水坝来炸咧。水炸咧以后安怎？所有诶生物的变化的生态拢总改变。顶悬互炸咧所在，顶悬诶树仔浸死了，下骹就无水。我发现讲人吼有台湾诶河川有哪共款吼，因为我有听一个屏东迄间
科技大学迄个大学的教授有咧讲本地伫屏东了有一条河要去做水坝，后来考虑讲可能对生态破坏，所以就毋敢做啊。这是一款人小可。毋过我家己想诶啦，因为我拢毋是学者，咱也毋知影讲是安怎甲会好。毋过咱知影，若有足大诶工程做出来，就对大自然诶破坏。即款诶破坏往往是无法度去补倒转诶。像讲我伫山顶我看到迄云足济，这云足济，就是讲上帝会当甲水。爬起哩，甲伊搬起哩山顶压落来，压水，所以山顶毋免落雨，拢无落雨。虽然一个月无落雨，山顶树木共款足水诶。袂讲因为伤大，伊也无水到人灌压，也无人甲压水，毋过拢大甲足水。因为上帝会当甲水搬来搬去啊。本来是设计好诶啦，吼，对无吼？搬去咧顶悬，搬去咧顶悬，伊就搁变水流落来。流落，互伊安尼流就好，因为安尼流足侪生物拢伫迄条河诶边仔来生活。水是活水，所以对逐项拢好。伊搁有足侪分岐出诶流，细条河流，共款会有用作物来灌溉落去。毋过人若甲伊做一个水坝做伤济可能是无好啦，因为我知影，安尼是因为即摆我看电视定定有咧讨论迄个三峡四川的三峡迄个水坝的问题讲已经变严，搁有即个上大的雾咧打去，个气候毋好，不时拢有灾害，会当来较济。所以人若无照天理，无照天理天就无照大志。咱来看一段圣经咱来看圣经。恁若留心听从我的诫命，就是我今仔日所命令恁的，听耶和华恁的上帝，尽心尽性服侍伊。照我要照实落你的地所欠用的雨，就是前的雨、后的雨，互你通收成你的五谷。你的酒、你的油，也互你的产业发草，饲你的精生，你也要得到饱足。咱才知影留心听从我的诫命。讲人，我当才讲，虽然博士学者足济，研究足济办法，毋过所做的往往是破坏大自然，就是讲对人无甚物益处啦。恐惊是害着几代以后的子孙。今仔日咱有够，甚至聪明都无够。什么人甲有迄款的聪明？就是上帝甲有啦。因为其实像所罗门王，咱知影伊是全世界有史以来上界聪明的一个国王。伊的聪明伫倒来，无人甲伊教，无一间大学甲伊教育是对上帝来。所以，咱若尊重伊讲，若留心听从我的诫命，伊的诫命是怎？圣经有写甲足清楚伊所命令的，咱就爱怎样去做。伊就咧照是人若照天理，就讲你若照上帝所讲的，安尼伊就要照实落雨，落什么雨？你欠用的雨，所欠用的雨，农作物要种的时，种的雨。后的雨，后壁的雨，头前的雨，你需要的时阵就落雨，你无需要的时阵就免落雨。伊就拢要照安尼来。你若无爱照天理，你若无爱照大自然的法则，用逐款的方法来改变。讲我要爱一条河向东流就向东，向西流就向西。其实咱即摆拢有法度啦。有法度甲一条河流变流来流去，变流随在你变。不过你安怎变拢无要紧，你绝对无可能变更较好。对。所以咱是爱听咱上帝。是，咱若无想要遵照上帝设计想要家己用家己的安尼，可能就会足侪灾害对无来咱看后壁申命记11章16到17节，
16阵哦，恁着家己谨慎，免得恁的心受迷。直到恁外出去服侍别个上帝来敬拜伊。我解释吼讲，爱谨慎啦，毋通外出，啥物去外出呢？你敬拜是大自然，有人家伊叫做上帝，有人家伊叫做天公。足侪人的讲法，总是伊是大自然迄个创造者。你若外出去服侍别个上帝，就讲。我若讲钱较好啦，讲有钱就使几个，使几个无拢会当。足爱钱就对，钱超过所有的道德甲所有的观念。若爱钱就是迄个钱就是人的上帝啦，因为你干那拜钱，为着伊会当一直甲请落去，迄就是款。还是讲拜鬼，上帝毋拜你拜鬼。人要带你行一条好的路，无爱，佫不是听迄个毋好的人讲的话。毋过伊会当互你祝福你啊，会当互你趁迄个外出的钱。像讲我跋筊服侍倒一身，然后伊就互我跋筊会赢，是毋是有即款？这是毋是袂是？你赢别人的事要安怎？你敢无怜悯的心？所以讲毋通去拜别项，就去敬拜上帝以外，莫阁有别项。有的人选官吏啦，有的人爱选什物长较好啦。有人爱钱，有人爱官吏迄拢是因的上帝。17节，地高耶和华大受气恁。上帝就讲天无照价值，就讲上帝会受气啊。天关捌无落雨，地也无出产。恁就伫耶和华所赏赐恁的水地，紧紧灭无。耶和华本来赐互你的地是足水的，你若好好甲利用是足水的。毋过你无爱，所以伊的地就变成会产生一寡病毒出来。你要种植，有足侪虫甲你食。你若无用足侪虫药甲伊扑，就无效。这个一款无法度的，袂当个挽倒转来水的地，这个水的地就变歹的地啊。所以咱来爱趁谨慎服侍耶和华，听耶和华的话，然后咱就会当得到这个水的地有雨浇水落落来。咱无地到伫这个水的地来紧紧袂无。OK， 好，今日咱讲到这。所以就是讲，其实是咱家己叫做啥物自食其果安尼对无吼？咱做侪家己想要做诶代志吼，爱去拜行了外出吼。毋通外出。恁诶心若受迷外出去爱别项物件。是，听起来真严重，嘛是感觉做好解决诶吼。咱若想要改变即阵诶天气吼，因为阮朋友讲，每一冬诶暑假，每一冬诶热人吼，拢是上凉诶，因为后一冬会搁较热吼，会愈来愈热。所以咱若想要改变即个世界是咱活诶即个状况对无吼？咱着爱来谨慎，并且来听上帝话哦。像比如你若还未明白上帝，还未欢迎你来教会找附近诶教会。照天理啦，人若无照天理袂使啊。是，所以咱诶方法其实有一个方法做好，叫做人无照天理吼，毋免去到外太空吼，对无？毋免去住月球，我住别个星球安尼吼。但是这是真正是爱足侪人做伙来拍拼，较有法度。好，安尼今仔日真欢喜，嘛多谢老师。后礼拜一的下暗，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搁做伙来讲台语吼。观众朋友今仔日真欢喜会当看到恁家己按赞一下吼。俗话讲啥物？对，爱谦卑，对上帝带领的卡。是，所以想讲，
对，家己若想讲，拢会当做吼，还是我人定胜天的话，可能会用足济，无法度收煞的代志发生。好，安尼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希望你大家平安，后礼拜再会。